大家好。好多嘢做，但又唔想做，好多煩惱，屋企又亂糟糟，天天努力，那麼辛勞，想找人生的意義，但我無法找到，長年累月堆積的枯燥，未得解開點算好？其實今天只想要看全迷路，一個人行街，想買就買，想吃就來吃，食翻串燒賣。一個人行街，決定最爽快，使乜邊個人話我古怪？飲得杯真奶。阿姨，身心太攰，並未曾宣佈，不想發魔，但不想要傾訴。身心冇力，同人訴訴，不想消耗花光但氣力，慢笑面去討好。一個人行街，想買就買，想吃就來吃，食分串燒賣。一個人行街，決定最爽快，使乜邊個人話